世情之中，親情有分內外，血緣有遠近。好多長輩活了大半世，仍然理唔清一門好重要嘅人際分寸，就係同女婿之間嘅相處。不少岳父母心入面一直有個執念，覺得女兒嫁咗人，女婿就係半個仔。既然係半個仔，就應該毫無保留，無分彼此，凡事唔使計較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遇到爭執就盡量忍讓，務求維持表面上面和心和。好多人就係抱住呢種諗法，毫無底線咁投入落去，日日為小家庭操碎心，到頭來非但唔討好，反而惹來一堆是非，父女關係、翁婿關係、夫妻關係統統受牽連，事後仲百思不得其解，唔明白自己一片苦心，點解換唔到感恩，只會招來埋怨。其實做人唔可以單純用好心去衡量一切，人心係會隨住環境、利益、時間慢慢轉變。親戚之間往來講究一門距離學問，女婿始終唔係親生骨肉，係因為婚姻先至結緣嘅外人，緣分根基唔及血緣深厚，相處之道更加唔可以隨意照搬父子相處嘅模式。好多長輩一開始就混淆咗身份定位，將女婿當成親仔一樣管教，一樣毫無保留扶持。隨住日子推移，期望愈大，失望自然愈重。一旦現實達唔到自己心入面嘅標準，矛盾就會陸續浮面。通透嘅長輩睇透人情冷暖，洞悉人性弱點，清楚姻親之間最忌過近過密，亦忌過分干預。所以一路緊守三個唔好：唔隨意越界，唔盲目付出，唔輕易插手小兩口私事。就係呢三份堅持，令屋企減少90%爭執。好多平凡家庭一直忽視當中道理，等到裂痕出現先至後悔，卻為時已晚。首先，第一個唔好就係唔好過度插手女婿嘅謀生與事業，唔好自以為係長輩就隨意指點江山，將自己嘅一套人生經驗強加喺女婿身上。世間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命格同運途，每個人嘅眼界、承受能力、行事風格各有不同，適合長輩嘅生存方式未必適合後輩。好多岳父母見女婿打工辛勞，或者創業遇挫，生意平平，收入唔如預期，心入面就不由自主擔心。一方面憂慮女兒日後生活缺乏保障，另一方面又覺得年輕人經歷淺，唔識審時度勢，容易行錯冤枉路。於是每逢聚會，不斷向女婿灌輸各種建議，講邊一行容易揾錢，講做人應該點樣同上司相處，做生意要提防邊類人，甚至主動幫女婿尋找門路，四處託人搭線，投入人脈資源，事無大小都要過問，希望按照自己規劃嘅路線行。初衷睇落係關懷同扶持，但好多時候呢種過度介入只會適得其反。首先，男人骨子入面最重視自尊同主導權，無論年紀幾大，都希望能夠憑自己雙手撐起小家庭，希望自己喺屋企嘅依靠，唔想時時刻刻被長輩睇低，時常接受外人安排。如果岳父母長期對佢嘅事業指指點點，潛台詞就好似暗示佢能力不足，唔能夠獨立處理難關。時間耐咗，心底會累積自卑感同反感，表面可能唯唯諾諾，唔敢同長輩頂嘴，實際上慢慢產生抗拒。一旦按照長輩建議去嘗試，最後得到好結果，未必會將功勞歸於岳父母，覺得只不過係自己運氣好。萬一嘗試失敗，蝕咗金錢，浪費時間，絕大多數人唔會反省自身判斷，反而容易將責任推薦俾當初出主意嘅長輩，心入面暗暗埋怨，認為係岳父母亂指方向，
先至令自己蒙受損失。到個時候，本來一番好意，轉眼變成怨恨嘅源頭。好好嘅擁世情誼，因為事業上嘅干預埋下刺。仲有一層好多人忽略嘅現實，長輩睇到嘅局勢，往往只係過往嘅經驗。世道不斷變遷，商業環境、就業形勢，每隔幾年就大不一樣。舊時可行通嘅方法，放到今時今日未必奏效。憑往日經驗教導年輕人，好多時候只會局限佢哋嘅思維。精明嘅長輩分得清邊啲係關懷，邊啲係干預。面對女婿嘅工作發展，可以適時傾聽佢嘅煩惱。如果對方主動徵詢意見，先至客觀講幾句自身睇法，並且講明只供參考，最終決定仍然交由女婿同女兒商量，絕唔會強迫對方聽從自己安排。倘若女婿冇主動求助，就算眼見佢前路充滿波折，亦只適合旁觀，最多適當提醒風險，唔好深度捲入進去，更加唔好動用自身人脈強行介入。命運有時自有安排，每個人需要親身經歷磨難先至可以成長。長輩能夠護得住一時，護唔住一世。與其事後惹一身是非，不如守住界線，尊重女婿獨自闖蕩嘅權利。唔好將自己變成女婿事業上面嘅裁判。跟住第二個唔好，千祈唔好過度金錢上無底線，扶持女婿同小家庭。唔好覺得疼錫女兒就無節制淡樣出錢資助，覺得金錢可以穩固擁世關係。呢個係好多長輩跌入嘅最大陷阱。天下父母心，永遠最掛念自己骨肉。眼見女兒結婚之後，供樓壓力大，養小朋友開支繁重，日常使錢捉襟見肘。做岳父母嘅好多時唔忍心睇住女兒捱苦，心入面生出一個諗法：只要自己經濟許可，就盡量幫補小兩口，減輕佢哋負擔。一開始可能只係偶爾送啲生果、肉類，逢年過節俾利是。後來見小家庭開支壓力持續，開始不時轉賬資助，有時候幫佢哋支付部分房貸，有時候主動負擔孫兒各項學習費用，甚至女婿周轉困難，就毫不猶豫借出一筆可觀金錢，唔主動講歸還期限，唔立下任何字據，憑住彼此情分行事。短期之內，呢種資助確實能夠舒緩年輕夫婦嘅壓力。女婿表面上亦會滿口多謝，態度恭順有禮，令長輩產生一種錯覺，覺得持續資助，女婿會越來越感恩，更加善待自己女兒。但人性有一個極容易被忽視嘅特點，就係習慣免費得到嘅好處，慢慢視之為理所當然。第一次接受到長輩金錢幫忙，會心懷感激；第二次、第三次陸續有來，內心嘅感動會逐漸淡化，慢慢覺得岳父母條件比較寬裕，本來就應該扶持小家庭。一旦邊一日長輩因為自身開支增加，或者身體出現狀況，無法繼續以往嘅資助力度，女婿第一時間唔會體諒長輩嘅難處，反而容易心生不滿，覺得長輩變得吝嗇，唔再願意幫襯。金錢往來最容易磨損人情，借出去嘅錢更加容易催生裂痕。好多長輩出於情分，唔好意思同女婿講還錢時間，唔好要求寫借據，覺得講錢傷感情，結果到自己急需用錢，希望取回借款嘅時候，開口變得萬分為難。主動追討會令雙方氣氛尷尬，女婿可能覺得長輩小氣，區區一筆錢耿耿於懷，連累女兒夾在中間，左右為難。唔追討，自己辛辛苦苦積落嘅積蓄白白流失，晚年缺乏保障，心底長期鬱結難舒。仲有另一種隱憂，如果長輩長期無條件金錢輸出，容易令年輕夫婦缺乏危機意識，
唔願意努力提升收入，養成依賴上一代嘅習慣，唔懂得規劃理財，一旦失去資助，生活馬上陷入混亂。更加值得深思嘅一點，部分女婿會因為長輩持續幫忙，潛意識產生一種落差，一方面享受住資助帶來嘅便利，另一方面唔想永遠處於欠人情嘅低位，久而久之會滋生自卑同壓抑。平日相處表面客氣，內心卻愈來愈想遠離惡家，避免時常感受到依附他人嘅感覺。高明嘅長輩睇透金錢同人情嘅平衡點，明白幫襯可以，但必須設立底線同分寸。救急唔救窮係萬世不變嘅道理。如果小家庭遭遇突發意外，例如親人患病、意外事故急需現金，適當伸出援手合乎情理。但如果只係日常消費，想要改善物質生活，就唔可以長期無限度補貼。就算願意借出金錢，都要坦坦白白講清楚還款時限，分得清贈與同借貸嘅分別，唔好含糊了事。閒時可以贈送食物禮品，偶爾俾孫仔利是，屬於情分往來。千祈唔好將大額金錢資助變成常態。父母晚年積蓄係留俾自己應對病痛、維持生活嘅底氣，唔好輕易全部投放落女兒嘅小家庭。一旦掏空自身積蓄，日後身體有事需要花錢，再想依靠後輩，往往難上加難。情分要維持，但唔可以用犧牲自身晚年保障作為代價。過度金錢扶持，看似疼愛女兒，實際上有機會扭曲人心，最後情財兩失。第三個唔好就係唔好時常介入女兒同女婿之間嘅夫妻爭執，唔好無條件企喺女兒一方，隨意評判女婿是非。好多婚姻裂痕正係由長輩過度參與，吵鬧慢慢擴大。男女相處、組織家庭，兩個成長環境完全唔一樣嘅人朝夕相對，生活習慣、消費觀念、教仔方式、親戚往來各方面都會存在分歧。夫妻之間發生拗撬，實在係尋常不過嘅事。情緒上頭嘅時候，女兒受咗委屈，自然第一時間想返娘家傾訴，將婚姻之中唔開心嘅事一五一十講俾父母聽，希望得到家人嘅安慰同理解。呢個時候就係考驗長輩智慧嘅關鍵時刻。好多岳父母聽到女兒訴苦，見到親生女兒眼紅落淚，即刻心亂如麻，本能就偏袒自己骨肉，唔會冷靜聆聽整件事完整經過，只單方面接收女兒講出嘅委屈，隨即認定係女婿唔體諒、唔懂得珍惜，產生強烈嘅不滿。之後每逢見到女婿，說話難免帶住情緒，態度冷淡，言語之間暗藏責備，甚至直接開口訓斥，質疑女婿待人處事嘅方式。但好多時候，夫妻吵架永遠唔係單方面嘅錯，衝突發生往往雙方都有處理唔妥當嘅地方。女兒向父母傾訴嘅時候，多數只會講對方嘅不足，容易忽略自身存在嘅問題。長輩只聽一面之詞作出判斷，得出嘅結論自然唔客觀。本來只係小兩口一時意氣之爭，好多夫妻吵完之後，冷靜幾日就會自行和解，雨過天青。但若果岳父母深度捲入，事情性質就會產生轉變。本來屬於夫妻二人內部嘅矛盾，升級成為兩個家庭之間嘅對立。女婿會覺得每次夫妻出現爭執，岳父母永遠偏幫女兒，從來唔願意客觀審視事情。無論自己點解釋，都永遠係錯嘅一方，心底嘅委屈同不斷累積。就算事後小兩口和好如初，翁婿之間因為上次爭執產生嘅芥蒂，卻難以徹底消除。每一次衝突，長輩都介入一次，隔膜就加厚一層。
累積得多，遲早會爆發更大風波。仲有一個隱患，一旦長輩習慣介入夫妻爭執，女兒會養成遇事就反、娘家告狀嘅習慣，唔願意嘗試同丈夫坦誠溝通，遇到問題第一時間尋求父母撐腰，令夫妻失去自行磨合、修補感情嘅機會。婚姻之中嘅問題持續無法根治，爭執只會越演越烈。好多通透嘅老人家明白，夫妻之間嘅相處磨合，外人不宜深度插手。父母可以做女兒嘅情緒避風港，耐心聽佢傾訴委屈，適當開解佢嘅負面情緒，教導佢點樣平和同丈夫溝通，但絕唔適合充當裁判，直接指責女婿，更加唔好主動出面同女婿對質。可以提醒女兒，婚姻需要互相遷就，凡事唔好只睇自身感受，遇事先冷靜落來，避免情緒講出傷人說話，但唔好急住下定論，判定邊個對邊個錯，更加唔好要求女婿事事遷就女兒。唯有當女婿出現嚴重原則問題，例如家暴、長期揮霍、不負責任養家等重大過失，先至適合出面認真溝通。如果只係日常瑣事拗撬，長輩最明智嘅做法就係保持中立，勸和唔勸離，引導兩夫婦自行協調。婚姻就如一雙鞋，住得舒唔舒服，只有穿鞋嘅人自己最清楚。外人睇到嘅永遠只係表面片段。長輩過分熱心介入，小夫妻爭執，看似維護女兒權益，實際上好多時候只會放大矛盾，將原本細小嘅爭執演化成難以修復嘅隔閡，得不償失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產生疑問：長輩守住三個唔好，唔過問事業，唔無底線出錢，唔介入夫妻爭執，咁樣唔係變得疏離冷淡？翁婿之間豈不是冇感情可言？其實分寸同冷漠係兩回事，設立界線唔等於唔願意付出關懷，保持距離唔代表彼此毫無情誼。真正高明嘅相處係親而有間，密而有防，可以真心待人，但唔可以毫無底線；可以熱情往來，但唔可以隨意越界。情分要建立在互相尊重、彼此體諒嘅基礎上面，唔可以依靠長輩單方面不斷讓步、不斷犧牲去維持。好多長輩搞反咗邏輯，以為越係毫無保留，越能夠換來真心相待，最後先至發覺過度靠近容易輕視，毫無底線容易被漠視。適當守住自身邊界，先至會得到對方持續嘅敬重。人世間所有姻親緣分根基都係於一場婚姻，婚姻狀況會隨歲月起伏，情緒會有高低，緣分亦都存在變數。血緣嘅親情係天生注定，無法割斷，但翁婿之間嘅情誼屬於後天結緣，需要用心經營，更加需要懂得自保。做岳父母嘅一生勞碌，養大女兒已經耗費大半輩子心血。女兒長大成人，選擇伴侶，建立屬於自己嘅小家庭，就代表一段獨立新生活正式展開。長輩嘅責任唔係繼續全方位包辦佢哋大小事，而係慢慢學會放手，尊重年輕人獨立經營生活嘅權利。好多長輩無法接受放手，總係放心唔下，覺得自己唔多啲介入，女兒就會受委屈，小家庭就會行歪路。但世間萬物都有自身成長規律，樹苗總要離開溫室，先至能夠抵抗風雨。年輕夫婦亦都要親自面對生活種種難關，先至懂得互相扶持，明白經營婚姻同家庭嘅不易。再細想人性深處嘅道理，任何人與人之間嘅相處都存在一條心理平衡線，一旦一方持續過度付出，平衡就會打破。長輩事事包攬，毫無保留，短期會獲得感謝，
時間長遠之後，對方慢慢習慣所有獲取，唔再懂得感恩。一旦付出減少，怨恨隨之而生。反過來，長輩懂得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。該關懷嘅時候，真心關懷；該保持距離嘅時候，唔越雷池半步。凡事留餘地，有底線，對方反而會時常記住長輩嘅好，唔會將一切視作理所當然。翁婿之間最理想嘅狀態就係禮尚往來，互相尊重。長輩保持長輩嘅風度，唔擺架子，唔隨意干預。女婿恪守晚輩嘅禮數，懂得感恩同體諒。雙方唔好過分親密到不分你我，亦唔好疏遠到形同陌路，維持一份舒適嘅中間距離。現實之中，好多家庭爆發不和，追溯源頭，大多數都係長輩唔識把握相處尺度，踩中呢三大禁忌。有啲岳父母熱心過頭，不斷插手女婿事業發展，意見不斷，最後惹來滿腹嫌隙。有啲不惜動用畢生積蓄，長期資助小家庭，到晚年急需用錢嘅時候，想取回款項卻難於登天。親情因為金錢出現巨大裂痕。仲有唔少長輩每逢女兒同丈夫爭吵就即刻介入，一味偏袒親女，令翁婿矛盾不斷加深。本來簡單嘅家事演變成長年累月嘅冷戰。呢種事例每日都在身邊上演，可惜好多人身處局中，睇唔穿當中關竅，總係覺得自己本心良善，問心無愧，就唔會招惹是非，卻忽略咗人心變化嘅規律，忽略咗姻親相處獨特嘅分寸學問。其實所謂明白人，恪守三個唔好，唔係教長輩自私冷漠，唔去關心女兒同女婿，唔係鼓勵長輩凡事置身事外，冷眼旁觀，而係教大家分清邊啲係自己應該承擔嘅責任，邊啲屬於年輕人需要獨自面對嘅課題，邊啲界線千祈唔可以輕易踐踏。長輩可以在女婿遭遇突發困境嘅時候，適時伸出援手，可以閒時相聚，傾談家常，分享生活見解，可以在禮節上面互相往來，維持和睦氣氛。但援助唔可以成為常態，建議唔可以強加於人，家事唔可以隨意插手。善待女婿，本質上都係為咗女兒嘅幸福着想，只不過好多長輩選擇咗錯誤嘅方式，以為不斷介入、不斷付出就係疼愛，殊不知不合時宜嘅過度參與，反而會為女兒嘅婚姻增添更多潛在風險。女兒夾在丈夫同父母中間，本來就容易左右為難。如果翁婿之間芥蒂重重，最煎熬、最難做人嘅，往往就係身為妻子同女兒嘅佢。精明嘅長輩會明白，想令女兒婚姻安穩，唔需要試圖控制女婿嘅人生，唔需要用金錢綁住情分，更加唔好每次衝突都強勢撐腰。最有效的方法係守住自身底線，把握相處距離，營造互相尊重嘅相處氛圍，減少不必要嘅摩擦。歲月流逝，人到晚年，真正屬於自己嘅時光愈來愈少。長輩除咗掛念子女之外，更加要懂得顧好自身身心，儲夠養老本錢，維持屬於自己嘅社交同生活節奏。唔好將人生所有寄託完全擺落後輩身上。子女成家之後，就會建立屬於佢哋嘅小世界。父母只係旁觀者同支持者，唔適合繼續做主宰者。好多人直至年紀老邁，飽歷人情冷暖，先至領悟親戚往來疏遠容易修補，過密難以抽身。情分之中適度留白，先能夠長久。毫無邊界，最容易耗盡緣分。翁婿呢段姻緣緣起於一場男女情愛，緣分可深可淺，情誼可厚可薄，最終能夠維持幾多年和睦，
唔單單睇雙方品性，更加睇彼此懂唔懂分寸。世人往往重視表面嘅熱鬧，追求往來親密無間，卻輕視界限帶來嘅長遠安寧。好多家庭一開始擁細，表面和氣，日日聚餐，大小事共同商議，好似一家人不分彼此。隨住時間推移，各種利益分歧、觀念衝突陸續浮現，往日熱鬧蕩然無存，只剩下互相計較同沉默隔膜。反觀一啲有智慧嘅長輩，一開始就守住三個唔好：唔隨意干預，唔無限度資助，唔輕易捲入夫妻拗撬，平日禮貌相待，適時關懷，唔過分打擾小家庭內政。看似關係唔算熱絡火熱，卻長期維持住平和穩定，甚少出現激烈爭執。兩種截然不同嘅結果，正正講明姻親相處熱情易得，分寸難求。好多人讀到呢度，依然會心存疑惑，會覺得做人唔需要計較太多，凡事講分寸，豈不是太過世故？但其實世故唔等於心術不正，懂得把握距離唔代表缺乏真心。世間所有長久穩定嘅關係，無論親情、愛情抑或友情，都離唔開尊重同邊界，毫無底線嘅熱心。好多時候只會變成雙方嘅負擔，令接受好意嘅人感到壓抑，付出嘅人容易心生期待落差，最後兩邊都唔好受。真心應該要有風度，善良亦都需要底線。對外人係如此，對女婿呢位特殊嘅姻親更加唔例外。放眼身邊無數例子，能夠安穩穩維持數十年良好擁婿關係嘅長輩，幾乎全部都明白呢三條底線嘅重要性。佢哋明白女婿有自身嘅人生路要走，唔會企圖按照自己嘅模板去改造對方。明白金錢容易考驗人心，唔會隨意將畢生積蓄投入落小家庭。明白夫妻床頭嘈床尾和，唔貿易介入兩人之間嘅情緒紛爭。佢哋唔係唔疼錫女兒，反而因為想得更長遠，知道短暫嘅幫助解決唔到根本問題。過度介入只會埋下日後衝突嘅伏線，寧願一開始保持合理距離，亦唔好等到矛盾無法調和先至追悔莫及。可惜大多數普通人總要親身踩過坑，感受過人情冷暖、恩怨糾纏，先至願意沉下心反思相處之道，白白浪費咗寶貴嘅情誼。人世間最大嘅智慧，往往唔係懂得點樣主動去改變他人，而係學會適當收手，尊重每一個人嘅人生選擇，接受人和人之間本來就存在距離。做岳父母嘅，認清自己嘅位置，明白自己係女兒嘅後盾，唔係小家庭嘅管理者，可以在需要嘅時候挺身而出，唔可以無時無刻介入大小事，時刻銘記三個唔好：唔深度插手女婿事業前途，唔毫無節制金錢補貼，唔隨意捲入兩夫婦日常爭執。守住呢三道防線，好多無謂嘅是非、難解嘅恩怨，自然唔會找上門。好多家庭一生都忽略呢層道理，任由情緒主導行事，憑一腔熱誠橫衝直撞，最後搞得翁婿不和，女兒夾在中間，痛苦不堪。屋企長年缺乏安寧，究其根本，只係輸在唔識分寸二字。緣分得來不易，姻親情誼更加難得。願天下長輩都能夠睇透人情玄機，拿捏好同女婿相處嘅尺度，唔被過度熱心拖累，守住自身底氣，亦成全女兒一段平靜安穩嘅婚姻。一家人相敬相安，少啲爭執，多啲從容。其實我哋細心觀察身邊嘅長輩，不難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。好多終日操心、事事過問嘅岳父母，一世勞勞碌碌，
為女兒、為女婿、為孫兒傾盡所有，換來嘅往往係滿心委屈同無數爭拗。反而一啲看似唔夠熱心、懂得守住底線嘅長輩，晚年日子過得自在清閒，翁婿和睦，女兒婚姻穩固，全家上下和樂融融。兩者嘅差距，從來唔係付出嘅多寡，而係懂唔懂適可而止呢四個字。好多長輩一生嘅錯，就係將疼子女同管子女混為一談，以為愈多干涉、愈多付出就愈係愛，殊不知真正嘅愛係放手、係尊重、係留白，而非包攬一切、掌控一切。再講反女婿呢個身份，好多長輩始終參透唔透，女婿永遠係伴子而非親子，親子之間血濃於水，無論點樣爭吵、點樣責備、點樣付出，吵過鬧過之後，血緣牽連始終都在，唔會輕易生怨、輕易離心。但女婿唔一樣，佢同你冇半分血緣，只係因為愛你個女，先至成為你屋企嘅一份子。呢份緣分柔軟易碎，經唔起無數次嘅干預、無底線嘅消耗、無節制嘅爭執。親生仔可以接受你嘅嘮叨、你嘅安排、你嘅嚴厲，甚至可以原諒你嘅偏頗同固執，但女婿只會將呢一切默默記喺心入面，日積月累，從感恩變成壓抑，從體諒變成抵觸，從敬重變成疏遠。呢個人心變化嘅過程，靜悄悄、無聲無息，等到長輩察覺嘅時候，往往已經積重難返，再也無法修復往日嘅情分。好多岳父母仲會有一個執念，覺得自己閱歷豐富，行過嘅橋比年輕人行過嘅路多，所以自己嘅判斷一定正確，自己嘅安排一定適合後輩。於是面對女婿嘅職業選擇、理財方式、生活習慣，總係忍不住指指點點。但凡同自己理念唔夾，就覺得係年輕人不成熟、唔識事、唔識為將來打算。但大家要知道，時代唔同咗，長輩細個捱過窮、受過苦，養成嘅係穩重保守、步步為營嘅處事方式。而年輕一代生喺物質豐裕、資訊發達嘅年代，思維靈活、敢闖敢拼，追求嘅係機遇同突破。兩代人嘅價值觀、世界觀、處事觀本來就存在代溝，冇邊個一定對，邊個一定錯，只係適合唔適合自己嘅人生而已。長輩強行用自己嘅舊思維綁住年輕人嘅新人生，本質上就係一種唔尊重，亦是翁婿矛盾最源頭嘅禍根。仲有好多家庭會出現一種尷尬局面，長輩長期無條件資助小家庭，令女婿慢慢失去咗奮鬥嘅動力，覺得就算自己懶惰，就算收入平平，都有岳父母兜底，生活唔會太差。久而久之，變得安於現狀，得過且過，唔願意加班進取，唔願意學習提升，唔願意規劃未來，將長輩嘅善意當成自己安逸嘅資本。到最後，小家庭嘅經濟能力始終無法獨立，一旦長輩身體抱恙，無法繼續幫襯，成個小家即刻陷入崩潰邊緣。供樓壓力、養仔壓力、日常開支壓力一湧而上，夫妻爭吵不斷，婚姻岌岌可危。呢個時候，長輩先至後悔，早知當初唔應該過度溺愛、過度資助，但一切已經太遲。呢種結果從來都唔係長輩想要嘅，卻偏偏係無底線，付出最容易催生嘅結局。呢就係人性嘅弱點，太容易得到嘅一切，永遠唔會珍惜有人兜底嘅人生，永遠唔會懂得自強。至於介入夫妻爭執呢件事，更加係好多長輩嘅無心之過，卻造成咗最致命嘅傷害。女兒返娘家訴苦，本來只係想要情緒安慰，想要父母嘅理解同抱抱，
並非想要父母出頭幫自己鬧丈夫討公道，但好多長輩心痛女兒受委屈，即刻理智盡失，二話不說就站隊，就指責，就介入，將一場簡單嘅夫妻情緒摩擦升級成為兩個家庭嘅對立。試問天下間有邊一個男人能夠長期忍受外家父母無條件偏幫，次次都將自己擺喺錯位，每一次嘅介入都係喺女婿心入面劃下一條傷痕，每一次嘅偏頗都係消磨一次對妻子嘅愛，對岳家嘅敬重。慢慢嘅，女婿唔再願意同岳家親近，唔再願意真心相待，表面禮貌周全，內心早已隔閡萬千。而夾在中間嘅女兒，一邊係生養自己嘅父母，一邊係相伴一生嘅丈夫，日日左右為難，內心煎熬，婚姻幸福徹底被磨滅。我哋做人長輩一定要分得清幫忙同插手，關懷同干預，體諒同偏幫嘅分別。三個唔好，從來都唔係冷漠自私，而係最高級嘅善良同智慧。唔插手事業，係尊重女婿嘅獨立人格同人生選擇，俾佢機會自己闖、自己悟、自己成長。男人嘅擔當從來都係經歷風雨先至磨練出嚟，唔係靠長輩鋪路鋪出嚟。唔無底線出錢，係守住自己嘅晚年底氣，亦係逼年輕人學會獨立，懂得奮鬥，珍惜生活得來不易。唯有自己打拼出嘅生活，先至懂得好好珍惜，唔介入夫妻拗撬，係俾小兩口自行磨合感情，化解矛盾。夫妻之間嘅相處模式，只有佢哋自己最清楚。外人過度介入，只會亂禁局勢，加深隔閡。精明嘅長輩一生都懂一個道理，對女婿最好嘅成全就係保持恰當嘅距離，對女兒最好嘅疼愛就係唔打擾佢嘅小家生活。姻親相處最緊要係舒服，唔好太近，太近則無禮，則生厭；唔好太遠，太遠則生疏，則冷漠。適度嘅距離先至可以長久維持彼此嘅敬重同情誼，先至可以令小家庭獨立成長、穩定運轉，先至可以令自己晚年清閒、無憂無慮。世間所有家庭幸福嘅秘訣，從來都唔係無條件嘅付出同包容，而係懂分寸、知進退、守底線。好多家庭耗盡幾十年光陰先至參透嘅道理，其實就藏喺呢三個簡簡單單嘅唔好入面。明白人之所以通透，家庭之所以和睦，唔係佢哋運氣更好，遇到嘅女婿更優秀，而係佢哋識得拿捏人性，把握尺度，唔踩雷，唔越界，唔消耗情分。願每一位為子女操勞半生嘅長輩，都能夠放下過度嘅操心同執念，守住呢三個寶貴嘅唔好，睇透姻親相處嘅玄機，放手成全年輕人嘅人生，守住自己嘅底氣同尊嚴。從此少啲干預，多啲尊重，少啲消耗，多啲從容，令翁婿和睦，令子女安穩，令自己晚年安逸。呢先係長輩最通透、最高明嘅人生智慧，亦係一個家庭長久興旺、代代和睦嘅根本之道。我哋身邊總有好多長輩，一生都活在為子女好嘅執念裏，日復一日為後輩操心勞碌，卻從來唔願意停下來諗一落，自己嘅過度付出到底係成全定係拖累。有個真實身邊案例，一位阿姨年輕時辛苦打拼，積落幾百萬積蓄，女兒出嫁之後，見小兩口供樓壓力巨大，心軟之下徹底放開底線，不僅每個月固定轉賬，幫佢哋補貼家用，承擔所有孫仔嘅教育同生活開支，甚至女婿創業缺資金，二話不說轉出幾十萬，唔寫借據，唔問還期，只覺得大家係一家人，講錢就傷感情。一開始2年，女婿對阿姨恭恭敬敬，處處體諒，
逢人就誇岳父母，體貼顧家。阿姨心入面倍感欣慰，覺得自己嘅付出換來咗一家人嘅和睦相處，更加堅信只要自己持續幫襯，小家庭就一定可以越來越好。於是佢越發無底線，自己捱盡辛苦，節衣縮食，將大半積蓄都投入落女兒同女婿嘅小家庭，甚至為咗幫襯後輩，放棄咗自己嘅退休旅行計劃，放棄咗改善晚年居住環境嘅念頭，一心只為後輩着想。可人性嘅貪同懶，從來都係慢慢滋生嘅。幾年之後，女婿慢慢習慣咗阿姨嘅全方位資助，覺得有岳父母兜底，自己根本唔需要拼命奮鬥。原本勤奮上進嘅佢，開始變得懶散懈怠，工作得過且過，唔願意加班提升自己，亦唔願意規劃生意發展，甚至閒日中意同人聚會消遣，揮霍享樂。面對阿姨嘅付出，佢早已唔再心懷感恩，反而覺得係理所應當，甚至偶爾仲會因為資助力度唔夠，暗自心生不滿。後來阿姨身體出現問題，需要做手術療養，無法再繼續每個月資助小家庭，仲需要預留大筆醫藥費。就係呢一個轉變，徹底撕破咗表面和睦嘅假象。女婿見冇咗固定資助，瞬間變得態度冷淡，不單止唔主動關心阿姨嘅身體狀況，仲私下埋怨阿姨唔識體諒後輩，覺得老人家身體唔好，連累小家庭增加負擔。最令人心寒嘅係，當阿姨想要討回當初借出嘅創業資金，用嚟支付手術費用嘅時候，女婿即刻翻臉無情，話當初係老人家自願贊助，從來冇承諾過還錢，仲反咬一口，話阿姨小氣計較，倚老賣老。幾年嘅無私付出，日復一日嘅操心體諒，最後換來嘅唔係感恩回報，反而係滿腹埋怨同恩將仇報。阿姨日日以淚洗面，百思不得其解，自己掏心掏肺對後輩好，點解最後會落得如此下場？其實呢件事嘅根源，從來都唔係女婿天性惡劣，而係長輩嘅無底線付出，慢慢養壞咗人心。人性本就如此，義得之物唔珍貴，免費之恩唔感恩。當所有幫襯成為常態，所有付出變成理所當然，一旦你停止善意，就會瞬間變成罪人。呢個道理放喺翁婿相處之中，最係契合，亦最係殘酷。除咗金錢上嘅無底線付出，過度插手女婿事業，同樣會釀成無法挽回嘅矛盾。我認識一位伯父，年輕時做生意眼光獨到，積累豐富，一輩子順風順水，就自以為睇透所有商業規律。女婿原本係穩穩妥妥嘅上班族，收入穩定，生活安穩，雖然唔大富大貴，但勝在踏實從容。但伯父一直覺得打工冇出路，賺唔到大錢，配唔上自己嘅女兒，亦覺得女婿太過安於現狀，冇上進心。於是呢位伯父日日勞道勸說，不斷幫女婿規劃創業路線，四處幫佢託人委資源、搭關係，強行督促女婿辭職創業。女婿原本性格穩重，唔願意冒險，但頂唔住長輩日復一日嘅勞道同施壓，亦唔想俾岳父母覺得自己冇出息，最終無奈聽從安排，辭去穩定工作，按照伯父嘅規劃創業。可惜時代變遷，伯父年輕時嘅做生意模式早已唔適合當下嘅市場環境，加上伯父過度干預，創業過程之中，大至投資方向、合作選擇，小至日常營運、人員安排，全部都要一一過問，強行指點。女婿根本冇自主發揮嘅空間，處處受制於長輩。
最後生意不單止冇賺錢，反而嚴重虧損，蝕盡積蓄之餘，仲欠下唔少外債。一夜之間，原本安穩嘅小家庭瞬間陷入困境，供樓、養仔、還債壓力接踵而至，夫妻爭吵不斷，家庭氛圍冰凍。呢個時候，伯父仲唔願意反思自己過度干預嘅問題，反而仲要責備女婿執行力差，唔識變通，浪費咗自己嘅人脈同資源。女婿長期積壓嘅委屈同無奈徹底爆發，從此對伯父心生芥蒂，心存怨恨，翁婿關係徹底決裂。多年以來形同陌路，就算見面都零交流，好好嘅一門親情就因為長輩過度插手，強行掌控，從和睦變成疏離，從親近變成仇怨。而最容易摧毀婚姻、割裂親情嘅，永遠係長輩盲目介入、夫妻爭執、無條件偏袒女兒。好多長輩永遠唔明白，夫妻之間嘅矛盾從來都係兩個人嘅事，外人插足得愈深，裂痕就會愈大。有個身邊真實案例，一對年輕夫妻結婚3年，感情原本穩定，偶爾都會有少少拗撬，屬於最正常不過嘅夫妻日常。但女方母親極度心疼女兒，只要女兒返屋企訴半句委屈，無論事情大小，無論是非對錯，都即刻認定係女婿欺負人。有一次，兩夫妻因為湊仔理念唔同爭吵幾句，爭吵過後兩人已經冷靜落來，打算好好溝通和解。點知女兒一時情緒上頭，同母親傾訴咗幾句，母親聽完之後即刻怒火中燒，二話不說打電話鬧女婿，語氣嚴厲，句句指責，完全唔聽女婿半句解釋。就係呢一通電話，將原本微不足道嘅小事無限放大。女婿覺得自己飽受委屈，夫妻之間嘅小吵小鬧本可以自行化解，而岳母嘅盲目介入，直接將自己推到咗眾矢之的，永遠冇辯解嘅餘地。自此之後，女婿對岳家徹底失去好感，對妻子亦都心生隔閡。就算表面維持平和，內心早已唔再信任。往後但凡夫妻有少少爭執，女婿都會潛意識覺得對方一定會告訴外家，一定會有長輩出頭指責自己，於是慢慢不願意溝通，不願意讓步，選擇沉默對抗，冷暴力相處。久而久之，夫妻感情愈來愈淡，爭執越演越烈。原本幸福美滿嘅小家庭，最後走到離婚收場。好好嘅一段婚姻，唔係敗俾兩個人嘅感情問題，而係敗俾長輩過度嘅偏幫同盲目介入。呢3個真實案例，道盡咗無數家庭矛盾嘅核心根源，亦印證咗恪守3個唔好嘅重要性。做人惡父母，真實嘅智慧從來都唔係多多付出，事事插手，而係懂得收手，懂得留白，懂得守戒。你以為嘅疼愛，有可能係毀掉後輩幸福嘅元兇；你以為嘅善意，有可能係撕裂親情嘅利刃。好多長輩一生都活在自我感動之中，覺得自己問心無愧，為女兒、為女婿、為孫兒傾盡所有，點解偏偏得唔到回報？其實世間人情從來都唔係付出就有回報，錯嘅方式、過度嘅介入、再真嘅心意、再多嘅付出，都只會適得其反。真正嘅為後輩好，從來都唔係包攬一切，而係適度放手；從來都唔係無底線幫襯，而係有分寸關懷；從來都唔係盲目撐腰，而係理性旁觀。人到老年，最緊要嘅係拎清自己嘅位置，擺正自己嘅心態。你可以疼女兒，但唔可以連帶住掌控女婿嘅人生。你可以幫襯小家，但唔可以掏空自己，縱容後輩。你可以安慰女兒嘅情緒，
但唔可以代替佢處理婚姻入面嘅矛盾。女婿係女兒嘅伴侶，唔係你嘅晚輩附屬品。佢有自己嘅人生軌跡，有自己嘅處事方式，有自己嘅成長節奏。你尊重佢嘅選擇，先至會得到佢嘅敬重。你守住相處嘅分寸，先至能夠留住長久嘅情誼。你適度留白，唔插手，先至能夠成全小家庭嘅安穩和睦。晚年最好嘅福氣，從來都唔係後輩大富大貴，事事依賴自己，而係子女婚姻美滿，小家和睦，自己身心安康，清閒自在，親情平淡長久，冇爭冇怨。過度操心會耗盡福氣，過度介入會撕裂親情，無底線付出會敗壞人心。所以身為長輩，一定要時刻謹記呢三個唔好：唔插手女婿事業，留俾佢成長同闖蕩嘅空間；唔無底線金錢資助，守住自己嘅晚年底氣，亦逼後輩自強自立；唔介入夫妻爭執，留俾小兩口磨合感情、修補關係嘅機會。人情似水，過滿則溢；親情似鹽，過緊則斷。世間所有長久嘅擁世關係，所有和睦嘅家庭氛圍，都離不開分寸二字。願所有長輩都能夠睇透呢層人情真相，放下過度嘅操心同執念，守住底線，拿捏分寸，以最舒服嘅距離相處，以最通透嘅心態生活，既成全後輩嘅幸福，亦安放自己嘅晚年。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和和樂樂，歲月溫柔，萬事順遂。好多長輩晚年孤獨，心生鬱結，從來都唔係子女不孝、女婿無情，而係一生太過熱心、太過盡責，將自己活成咗小家庭嘅管理者，而非旁觀祝福者。好多人唔明白，子女成家立室就代表佢哋已經具備獨立面對生活風雨嘅能力。父母嘅角色只係危難之時嘅後盾，而非日常嘅主宰。過度參與只會讓原本溫暖嘅親情變成束縛彼此嘅枷鎖。仲有一個好現實嘅道理，擁世相處嘅分寸，從來都唔係單方面約束長輩，亦係間接教導年輕人珍惜親情，懂得感恩。長輩有底線嘅關懷，先至會讓女婿明白，所有嘅善意都唔係理所當然，所有嘅幫襯都來之不易。長輩唔事事包攬，女婿先至會主動承擔家庭責任，努力打拼養家，體諒長輩辛勞。長輩唔盲目偏幫，小兩口先至會學會自行包容，互相遷就，減少婚姻之中嘅矛盾。呢種互相成就、互相尊重嘅關係，先至係家庭和睦嘅根本。反觀好多毫無底線付出嘅長輩，一生為後輩奔波勞碌，捨得為子女花錢，捨得為子女操心，捨得為子女退讓，唯獨唔捨得善待自己。佢哋以為忍讓同付出可以換來真心相待，最終卻發現自己嘅體諒變成咗軟弱，自己嘅付出變成咗義務，自己嘅退讓變成咗必須。人心嘅貪欲永遠冇止境，你越係無底線包容，對方就越係得寸進尺；你越係毫無保留付出，對方就越係視若無睹。真正通透嘅長輩，晚年都會悟透呢個人生真相。親情需要經營，但唔需要透支；關懷需要真誠，但唔需要無底線。對女婿禮貌相待，適度關心，危難相助足矣；對女兒默默守護，適度引導，全力支持足矣。唔好將自己嘅晚年幸福綁定喺後輩嘅生活之上，更加唔好將自己嘅喜怒哀樂交俾女婿嘅態度決定。做人最難嘅，從來都唔係付出，而係懂得收手；最珍貴嘅，從來都唔係熱情，而係懂得留白。三個唔好，看似係長輩對女婿嘅約束，
實際上係對自己嘅成全。守住呢三條底線，唔會疏遠親情，反而會讓親情變得更加純粹、更加長久；唔會冷漠後輩，反而會讓後輩更加獨立、更加懂事；唔會虧待子女，反而會讓女兒嘅婚姻更加平穩、更加幸福。世間萬事過猶不及，親情最忌滿溢，相處最忌越界。願天下所有岳父母都能夠放下執念，守住分寸，唔操心過度，唔付出透支，唔介入過深，以平常心待姻親，以寬容心待子女，以愛己心待自己。晚年無紛擾，親情無芥蒂，家庭無爭執，平平淡淡，安安穩穩，便是人間最好嘅福氣。其實經營翁婿情，打理家庭關係，從來都唔係一場自我感動式嘅付出，而係一場雙向奔赴嘅珍惜。好多長輩窮其一生都在糾結，點解自己掏心掏肺換唔來溫情相待？究其根本係誤解咗疼愛嘅真義。真正嘅疼愛從來都唔係包攬萬事、無底線妥協，而係適度放手、理性守戒。三個唔好，唔單止係同女婿相處嘅準則，更加係長輩安度晚年嘅自保智慧。唔插手事業，係尊重每個男人嘅自尊與執着。每個人嘅人生軌跡都需要自己親自去闖，跌過跤，捱過苦，先至可以沉澱出屬於自己嘅閱歷同擔當。外人再豐富嘅經驗，都取代唔到親身經歷嘅成長。長輩願意放手，先至係對女婿最大嘅認可，亦都係對小家庭最徹底嘅成全。唔無底線資助，係參透金錢與人情嘅制衡之道。錢可以解決一時嘅生活難關，卻撐不起長久嘅親情。適度嘅幫襯係情分，過度嘅兜底只會消磨上進心，養出依賴心。唯有讓年輕人親身感受生活壓力，先至懂得攬起家庭責任，用心經營日子。唔介入夫妻爭執，係守住家庭相處嘅底線智慧。夫妻之間嘅磨合，本就是婚姻必經嘅過程，吵吵鬧鬧，互相遷就，先至可以慢慢契合，長久相守。長輩過度插手，盲目偏幫，只會將簡單嘅情緒矛盾變成無法化解嘅人情隔閡。人世間所有姻親緣分，貴在自然，貴在分寸，貴在留白。翁婿之間無需要熱鬧轟烈，無需要不分你我，最珍貴嘅從來都係細水長流嘅平和與敬重。太多長輩一生勞碌，唔將包攬當成疼愛，將干涉當成關懷，將透支當成付出，最後耗盡積蓄，操碎身心，換來嘅卻是親情疏遠、家庭不和。其實從頭到尾都唔係人心太薄、親情太淡，而係相處方式錯得太離譜。真正通透嘅長輩都懂得拿捏親而不利、近而有界嘅相處尺度，閒時相聚，閒聊家常，噓寒問暖，真心祝願後輩日子美滿，遇事有道，不隨意插手，不盲目站隊，不無底線付出，守住自己嘅底氣，亦成全後輩嘅成長。明白女兒嫁人之後，有屬於自己嘅家庭責任，有需要獨自經營嘅婚姻生活。父母嘅角色從來都不是主宰者，而是守護者、支持者、旁觀者。人到晚年，最寶貴嘅從來都唔係為後輩積落幾多財富、鋪平幾多道路，而係拎清定位，守住分寸，不被家事纏身，不被人情拖累。少啲無謂操心，就少啲煩憂糾結；多啲適度放手，就多啲從容自在。守住呢三個唔好，唔係冷漠薄情，而是最高級嘅家庭智慧；唔係不愛子女，而是用最長遠、最穩妥嘅方式守護住一家人嘅和睦安穩。
願世間每一位長輩都能夠悟透翁婿相處嘅玄機，放下執念，懂得收手，不越界，不透支，不盲從，以分寸護親情，以留白待人心，讓翁婿和睦相敬，讓子女婚姻美滿，讓自己晚年安逸無憂，一家人歲歲安穩，年年順遂，親情長久，溫暖常伴。